大家好，这段真紧要来给大家讲一个补充吼，甲修正。什么所在呢？就是这个条目咧讲的时阵吼，这个字，迄阵伊卖困吼，伊伫遮用这组汉字迷困吼。啊，迄阵我咧讲，奇怪，这个生菇的物件吼，参后壁讲参微生物细菌共意思，应该是无共吼。生菇还生菇嘛吼，细菌还细菌嘛吼。啊，毋过后来朋友留来甲我提醒我注意着讲啊，对，伊英语内底则已经写 bacteria 吼，就是微生物的意思，这拢无毋对。啊，到底问题出伫对吼？是安那？伊遮明明写即个字，啊后壁佫安尼解说，原来就是伫日语内底吼，伊咧汉字意思毋是我一开始想的意思啦吼。即个字伫内底毋是干那只生菇迄个物件，是无完全共款的。啊，所以这段伫微信顶悬有写，啊，你若捌日语的朋友会当家己斟酌读看卖。啊，我个人是干来当用 Google Translate 去看啦吼，破破咧迄个意思。总是呢，这段吼是去互汉字扣去啦吼。汉字虽然迄阵是安尼字安尼写，毋过伊的意思就是林无生朴素内底解说这段意思吼。微生物啊，咱即马可能讲细菌安尼啊，以上补充互大家做一个了解。感谢大家时间。